大家好，太陽能報章及出版社本影片今天將會介紹獅隧公路沿線嘅3個車站，分別有獅子山隧道收費廣場、新田圍村同文化博物館。以上車站來回都設有分站。曾經存在嘅有隔田村。先介紹文化博物館，除了方便前往博物館的人士外，此站也鄰近希爾頓中心。不過大部分途經本站的路線加入沙田市中心，所以未必太多人由此站行去沙田市中心。新田圍村。新田圍村內對外交通不便，全日對外交通只有87B 往石硤尾、旺角大角咀，其餘的都是沙田區內81K、82K、281、282經城隧。大老山隧道的只有凡時服務 47X、80X， 很多居民都選擇步行出去獅隧公路乘搭前往九龍城 85A、九龍東 8974A、深水埗第一城、黃泥頭、馬鞍山 8686C， 以及通宵往大埔、尖沙咀 N271 嘅巴士，而且唔使兜顯徑先入隧道。北行站能通往沙田路，但除了616S 往落馬洲口岸，沒有一個沙田路的巴士路線停此站。本會認為，客量有待改善嘅城巴路線586、587可以增停此站。長遠可嘗試增設沙田路前往本站南行嘅巴士專用線，改善新田圍交通。至於獅子山隧道，屬於隧道出入口車站，但沒有像其他般被九巴稱為轉車站。此站採用封閉式設計，冇公眾通道連接南北行車站，乘客不可於此站作反方向轉乘或行去附近設施，有啲似城隧轉車站，但不設免費轉車。另外，當隧道使用南行管道作單管雙程行車時，巴士亦不能停靠北行站。獅子山隧道有好多巴士路線途經，但並非所有路線都會停靠本站。80號、86系列、182、271、281A 都唔停，所以用呢站的乘客相當稀少。建議南行車站重置於紅梅谷燒烤區至自然教育徑入口，近世界花園的一段獅隧公路，以增加世界花園巴士選擇，興建多一個通往世界花園的行人隧道。咁樣做嘅話，只要隧巴182來回分別加停獅子山隧道南行同埋舊隔田村站北行，有條件改經新田圍、沙田路直達富豪花園，同時亦維持服務世界花園。北行站則興建通往仁安醫院的行人路，呢條路同時可以方便搭巴士返去瑞豐花園聚龍居嘅居民。同時建議九巴86號線增停獅隧轉車站，以增加獅隧轉車站嘅覆蓋範圍到黃泥頭同長沙灣。最後想介紹嘅就係隔田村巴士站，大部分資料來自香港交通資訊網。呢個站喺1970年代初已經存在，因當時獅子山隧道公路為來回各一線的道路，路中並沒有分隔帶，村民可直接橫過馬路前往南行站。隨着第二獅子山隧道在1978年1月落成啟用，獅隧公路亦擴闊成雙程雙線分隔車路，中央設有分隔帶。北行站遷入新建成的平行車道內，但村民仍需在地橫過馬路以使用南行站。由於政府預料車流量會隨沙田馬場啟用而上升，在地面過路處不安全，遂建議在隔田及新田圍興建2條行人木橋。當時有70、87、89同170號線停靠此站。1981年，停靠隔田村及新田圍村的路線增加至8條。沙田地區管理委員指新田圍村巴士站不但服務該村村民，亦服務對面沙田頭新村村民，需要一條正式行人天橋。新田圍村外永久行人天橋在1982年落成，取代行人木橋，但隔田村的木橋則維持原狀。同時，政府考慮取消新田圍村及隔田村巴士站，因為獅隧公路乃連接九龍及新界東嘅主幹道，未來車流量勢必上升，巴士在繁忙幹道停站會對交通安全造成隱憂。然而，
沙田區議會強烈反對，因為該兩組巴士站是必須保留以服務鄰近居民。1982年末，隔田村行人木橋由於結構上不安全，需緊急維修，並在來年1月重開。1983年末，政府基於使用率低，再次提議取消隔田村巴士站，隔田村民極力反對，但區議會未有如上次般態度強硬，認為只要向村民提供足夠交通服務，便可取消該站。政府認為，村民可於未來使用途經新入伙的新翠及龍亨村的新巴士線。1985年7月，一條連接愉景花園旁至新田圍嘅小徑落成，稱可方便隔田村民搭巴士。同年年末，因吐露港公路已落成，獅隧公路的車流量預計繼續上升，故政府提出在1986年6月正式取消隔田村巴士站。4月，路政署指出臨時行人木橋非常殘破，建議拆卸，獲區議會在6月通過，即同意取消隔田村南行站。1993年時，因路面嚴重破損，路政署要重建獅隧公路，隔田村北行站因而在9月被臨時關閉。其後再沒有關於該站的資訊，標示着該站使命完結。點解今集會介紹埋隔田村巴士站？因為佢能方便遠離大圍站嘅居民，隔田村站北行應該重新開放，俾部分前往沙田的路線停靠，例如86、86C、89，能夠間接加強九龍前往大圍的巴士服務，頻密聯合班次更能吸引更多的乘客。所以獅子山隧道公路好似龍翔道、灣仔告士打道同香港仔海傍道咁樣設計，好似公路但係又俾巴士停站，係幾好嘅設計，可以上落得嚟，唔會俾啲燈位影響車程。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。